减肥要成功的一个关键，食三顿的时间。即卖的人因为食伤济，佮欠运动，腹肚愈来愈大，各种减肥中心的生理嘛对咧哪来哪加野。虽望人人拢知，要减肥就要减食佮骨力运动，也就是讲，互消耗的能量比食入来较济就会使啊。毋过因为种种因素，大可人要减肥并无简单。去年一篇新研究显示，咱人一天的新陈代谢会有周期性变化。若伫特定的时间做运动、食三顿，无定着对减肥会有大帮助哦。人伫下晡使用上济热量，根据医学研究，人活动所消耗的能量，敢若占整体能量消耗的15至30%。大多数的能量是用伫维持生命的基础代谢。基础代谢率 （Basal Metabolic Rate or BMR） 是咱人伫静静倒伫眠床的状态之下所消耗的上价热量。伊平均会使用65至70%的能量。所以有学者认为，提升基础代谢率会使讲是上有效率的减肥方法。而且伫基础代谢率当咧旺的时阵食物件，嘛较袂因为营养过剩造成体内脂肪堆积。毋过，到底人的基础代谢率是固定的，或者是会对时间变化，一直是一个真受争议的议题。去年11月，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 Jim Duffy 所领导的团队，伫当代生物学期刊发表一篇论文，显示人的基础代谢率是有周期性变化的。伊伫下晡的时阵上悬，平均比上加半暝仔加10%。Duffy 佮发现即个现象受生理时钟调控，和人的活动、外界环境无替代。实验过程，伫即个实验里，Duffy找来7个38至69岁的实验志愿者，互因住伫一间无时钟、无窗仔、无电话和网络，甲外界完全隔离的房间，来研究生理时钟和基础代谢率的关系。毋过，逐个实验志愿者原本的生活拢无共款，比如讲，有人惯死晚困晚起来。有人惯死早困早起床，有人惯死伫固定时间做运动等等。为着莫互这因素影响到实验，Duffy 逐工拢甲因的困眠甲起床时间延后4点钟，就敢若互因伫一礼拜内踅地球一年。伫这种状况之下，因的生理时钟无法度调整甲和外界时间同步。会完全按照因自然的周期运作，刷落去 Duffy 就会当精确观察因的基础代谢率对生理时钟的变化。Duffy 互逐位实验志愿者下可比度针的感测器来量因的核心体温，因为咱的核心体温反映咱身体使用热量的效率。透过观察志愿者的核心体温的变化，Duffy 就会使了解伫每一天的无同时间里，逐个人的基础代谢率的关系。因的结果显示，基础代谢率上低时阵是半暝到透早这段时间，刷落去会开始回升，到下晡5点左右达到上悬。实验结果互咱的启发。安尼，即个研究结果对咱有啥物启发呢？假使人伫下晡的时阵基础代谢率上悬，半暝仔至透早天还未光的时阵上低，敢是讲咱上好伫下晡做运动、食物件，因为迄阵的基础代谢率悬，身躯利用热量的效率上好。Duffy讲，因的研究还无够齐全，伊毋敢安尼讲。毋过，伫接受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访问的时，伊有建议人避免伫新陈代谢歹的半暝食宵夜，也是透早食早顿。Duffy 甲《时代》杂志讲，设使咱若提早1-2点钟起床食早顿，
若是咱的胃肠还未准备好势来甲食物消化，咱身体嘛无需要遐尔济能量来维持伊的运作，则加出来营养就转化做脂肪啊。医学文献其实早就发现，定定轮班也是爱食宵夜的人，未来会较敖大箍，以及较敖着亲像糖尿病、癌症、认知障碍等等的病症。达菲表示，因的研究结果暗示讲，这个慢性病的致病因端可能和生理时钟受扰乱有关。不过，达菲嘛承认讲，因的实验敢若有7个志愿者，算是真初步的结果，未来阁需要较济的研究来验证。